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感觉》，我是阿明张伟明，继续来关心 COVID-19 疫情伫台湾的炭烧。咱讲昨日已经正式大规模来进入这个社区感染的这个战处啊吼。那么讲到今日疫情来到上严重的这个时刻，咱看到讲一口气是新增加16例本土的这个案例，各有一例啦吼，这个感染源也无明确啦吼，所以安尼算起来嘛是10几例啊咯。目前防疫警戒虽然暂时维持是第2级啦吼，但是咱看到讲双北市、台北市也好、新北市也好，因讲这是准第3级啊吼。咱就看到讲吼，这回这个16例内底有3例案例吼，是咱讲劳动案例的接触者，另外10例吼是经这个社会会长的接触者，其他3例感染源吼，搁咧调查当中。那么看到讲吼，这个指挥中心目前讲吼，这个宜兰也好啦，新北也好啦，这个2件这个群聚感染，但是咧，这个警戒吼是先停伫遮，暂时无要升级。但是有人就咧问讲，遮尔严重吼，到底什么时阵会维持到这个第3级吼？要改到第3级啦吼，这个部分大家嘛是真关心啦吼。因为这个定义是讲吼，这个过一礼拜吼有3站吼，这个群聚也是讲一天10个本土案例不明的这个感染源吼，所以指挥官因指挥中心嘛继续讲吼，因要照这款的这个准则来去行啦吼。但是即阵要公布6大，咱看到讲吼，这个禁令要启动着防疫6大方向吼，包含着这个扩大体检等等这个部分，嘛希望大家防疫来升级啦吼。因为咱看到这个疫情吼，这个庆管美国 Bloomberg 嘛讲着，因为咱注意风险的人真正伤过头少，敢若1%尔吼，过去咱嘛讲过31万剂尔，真正要住的人即阵开始咧庆管啊。但是咱讲到这个疫情哈，因为这个变种的这个病毒吼嘛开始伫全球，安尼看台湾是不是会当守护着这回吼？咱讲防疫上大的这个困难，咱做回来关心。现在邀请节目顶所有来宾，第一来邀请成功病院医疗副院长高尚志。观众大家好。是哦，感谢这个院长啦吼，因为恁吼真正是甲咱主动吼，这个这个防疫的第一线吼，尤其咱看到讲吼，成功病院及时发现到这个罗州案的这个1203案吼，咱看到讲成功病院迄当阵吼，这个急诊室的这个医师啦吼，随后做体检，今日咱看到讲吼，今仔日是新增加这个10例这个部分吼，拢是遮做伙来体检出来，感谢啦吼。第二，咱们要请到任正院总院长嘛，是过去咱前卫生署副署长李良庭。您好，大家好。第三位，咱邀请国家卫生研究院研究员周彦宏。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四位，咱邀请中西医双执照医师洪明佑。大家好。先来带大家来关心吼，这个指挥官吼，真正吼讲到今仔日这个疫情真正拖了真累吼，疫情安尼拖开，其实已经是真严峻了。但是因目前也维持着第2阶段的这个防疫这个部分吼，什么时阵会进入第3阶段？先做来讲。好，在这里面，我们大概从1216，哈，1216就是宜兰本来的1202，他们在工作场合的一个接触者，哈，12哈接触者，然后接下来从1216这边，他的一个同住家人跟非同住家人里面有验出2位是1231跟1232，好，那其中有一位是小学的是一个小学的学生，那同班的都已经列入居家隔离，学校停课，该班全校因为他已经被我们列入居家隔离的对象。然后在这里面有一位是1217，那是在基隆长庚检验出来的，基隆长庚检验出来的。那在1218、1219。是大家昨天知道的1203，其中一位是1203的妻子，那另外1219是狮子会的接触者，那狮子会的接触者很多，所以除了这1219之外，有1223到1230，所以狮子会的接触者总共有9位，这个9位都是狮子会的接触者，换句话说。1203的本身，然后加上他太太1218，再加上9位狮子会的朋友，总共这个群聚到目前是有11位，有11案，有11案。那1220，他是在综合这边被验出来的，
那1221它是在也是在台北验出来的，一个在新北验出来，一个在万华验出来。不过2位他们比较特殊，他们都在万华区的茶艺馆工作，在万华区茶艺馆工作。那相关不管是工作人员，大概比较容易匡列，那基本上这些工作人员都已经在匡列了。好，那至于相关的这些顾客，也都在调查中。相关的顾客都。真正这个疫情真正是多点来爆发吼，台湾已经进入这个社区感染的这个部分吼。咱嘛看到讲吼，小连刷伫咧昨的时阵，咱看到这个宜兰吼上界烦恼的这个部分吼，咱看到是这个游乐场所吼，这个案120啦吼，伊伫遮吼长时间伫遮吼做室内底，伊的同事108、109吼、1211吼、1216吼，拢是吼来小连刷来治疗病吼。另外看到讲人客嘛是治疗病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吼，这是宜兰这个部分。另外爱讲到就是沙雅会这个部分，新北市吼泸州遮吼，咱们看到讲真正有去做体检的是这个1203。头拄咱嘛介绍过吼，新光病院遮甲咱做动了袂歹，但是今日体检有人讲哇，这个1219甲1223甲1230吼，安尼算起来是10位，啊连伊安尼11位啦吼。这个防暴有人讲1203是一个超级的这个传播者，先来请教这个吼副院长，然后咱看到讲这个新光病院会当吼成功先甲咱第一线甲主动起来，但是咱看到讲基本上这个传染的这个部分是毋是哪来哪扩大？先来请教副院长。因为阮新光病院伫17年前 SARS 的时阵啊，有这个经验来抗SARS，所以讲即摆呢，从去年年头一开始的时阵啊，都是有这个 COVID-19 的这个疫情。是啊，所以讲呢，阮所有的急诊室以及所有的第一线的这个医疗的人员呢，拢有真好的这个观念，就是爱 TOCC， 就是爱知影讲你有这个旅游史无？你的职业是毋是甲这个接触很有关系的？是然后呢，你有这个有接触到无？那有群聚的这个活动无？所以讲，因为安尼呢，所以讲每一个人来的时阵呢，如果你若是来挂急诊的时阵呢，阮一定呢问这个 TOCC 之外，爱量体温，爱问看这些少的这些症状。阮呢，这个发烧筛检站呢，是伫急诊室的外口来设备。那这个设备呢，若准有怀疑的人，袂使入去急诊室内底。是这个爱分窗，爱分流，安尼就保护咱的病院内底所有人是安全。所以讲，咱这个发烧筛检站呢，对很快、真紧的速度呢，就爱做一个怀疑的病人呢，拢爱做一个筛检。筛检以后，如果伊这个症状若无讲介明显，但是报告无马上出来，所以讲呢，会先请叫伊伫厝的内底爱家己爱隔离。第二天若发现这个检查是阳性的时阵呢，那马上就爱通报。所以讲，因为安尼的关系呢，大家提高这个警觉才能够把所有的这些怀疑的病人呢，隔绝在一个隔离的地方，也不会在每个传到别人。那这类就是所有的医疗的单位呢，拢有这种这个观念，所以呢，这类呢，就因为安尼呢，咱会当不会挂医漏万。这个就是我们医院包括诊所来讲，嘛是拢爱提高警觉来做的这个代志。有影啦吼，看到这个急诊室这医师真正吼介好啦吼，咱看到讲，伊看到伊这个发烧嘛，无互伊这个入去这个病院吼，伫咧外口就做我这个体检这个部分吼。但是咱头拄讲到这个 TOCC 这个部分，过去是讲吼 travel 你有这个旅游史无吼，14天伫咧国外，但是即阵吼出国的人真正介少，但是即阵吼咱讲伫咧这个旅游史内底，可能吼沙丁堡甲泸州遮嘛是一个关联。然后尤其咱看到讲过去这个 Novotel 这个军事案的时阵，会记得无？有一个主管去沙丁堡的诊所内底看3摆的这个这个诊所啦吼，真正无去家己做一寡扩大体检的这个部分。意思就讲这个 Novotel 这个军事感染是毋是这回可能是探入去社区的一个关键一个啦吼。咱阁先请教这个副院长，你有安尼认为无？这个咱讲 travel TOCC 内底内底嘛有这个 contact， 但是这个 contact 其实是社区的 contact， 有可能无？有可能，但是咱无确实的证据，所以讲袂使安尼讲。但是呢，从这个1203这个病人来，已经是确实啦，表示讲一定有接触，一定因为这个他的活动的这个范围，他的交际呢是比较广，较侪人，所以讲呢，真有这个机会啦，伊去
去互传染着。啊，传染着以后呢，伊个有参加一个餐厅的这个聚餐。是。过来呢，5月初4，5月初6呢，佫有参加一个另外一个婚宴。佫家己呢，佫有走去按摩。所以讲这个因为安尼的关系呢，所以讲呢，伊的这个传播的速度啊，就变成一个超级传播者。OK， 那这个呢，就是表示说，这个病毒呢无孔不入。所以我们大家要提高这个警觉，这是大家拢爱注意的。有影吼，咱要避免着这个超级传播者啦吼，有几种方式啦吼。咱看到讲过去大家咧讲的，就是这个 R0吼，这个数值爱吼降低啦吼。因为咱讲吼，这个 R0的这个数值就是这基本传染率啦吼。咱讲着过去吼，一个人若是会当互伊降到吼传袂过，还是讲传0.5个人，毋是安尼吼，一个人传3个人，还是讲3个人讲传9个人，这就是真关键这个所在吼。但是咱看到讲5月初4也好，5月初6也好啦吼，伊去吼做，因为伊是3会这个会长可能吼，人要邀请伊去餐厅食物件，这个机会嘛真济啦吼。尤其咱佫看到讲吼，有真济这个相片内底拢看伊唱歌啥，无挂喙炎，这嘛是一个吼公共这个内底吼上大的这个吼禁忌啦吼，就是你无挂这个喙炎去进行所谓的咱讲的真济活动等等啦吼。另外5月初6的时阵，佫去掠灵也好啦吼。5月初9的初6的时阵吼，共款嘛去参加这个结婚的这个吼会馆内底去食食啦吼。所以咱看来讲吼，1203这阵，若是真正变做是这个这个超级传播者啦吼，咱都要好好来去注意，尤其咱讲啊，这个 R0数值维持吼，莫互伊佫继续传去，非常重要。继续佫请教梁定这个这个副署长啦吼，咱看到讲即回啦吼，若是讲即个主动链，咱会当甲动落来吼。即阵虽然拖10个，加上伊11个啦吼，安怎吼？咱讲，但是即个扩大体检是毋是有必要咧？那照咱古早迄阵啊，布里桃园医院发生的代志吼，大家慎重咧处理。做好即个隔离检疫，是即个动作，我相信1个月内底应该控制好势。即个患者的造成，我是感觉讲应该是前个月4月中，大家拢伫咧亚妈祖该举行真大型的运动，所以有即中间有外口来的传染者，可能伊本身无什么症状，无去掠着，所以伫内底有传播出来，而且伫即2礼拜才陆陆续续来发作者接触者引起这个感染发病。如果若即个月内底大家拢点咪咧处理，卖出去，卖去安尼黑白走，虽然看好势，接洗手，有啥物症状马上来通知来采检来治疗。我相信安尼1个月应该控制得掉咧。至于是毋是应该全面来做筛检？我是感觉这无必要，因为你的目的何在 ？OK， 你的目标你若做明确，当然来做无要紧。你若无一个明确目标，你做这个我感觉无意思。是，就是咧一般来讨论讲吼，是毋是华语讲这个普筛啦吼，普遍来做体检，这个头拄仔这个副署长讲吼是无必要，因为咱过去嘛有讨论过啦吼，这可能嘛是无这个吼。这个经济的这部分，你若是讲去做扩大这体检，真像陈时中伊所讲的吼，可能会搁较乱尔啦吼。应该是精准的扩大体检啦吼，这个部分是针对着有风险的，还是讲控制的部分，咱来控制就好势啦吼。但是控制敢有好势咧，变成是咱讲的这个李炳义医师所讲的吼，若是真正失控吼，上歹状况是1个月1000人确诊，有安尼可能无？继续请教这个吼研究员。其实咱即马虽然咱即马来讲R0值放在1以下，那才控制0.5就较好啦。但是咱看这1203这案例看起来伊的病毒的传播力足强的，真强的。所以伊即摆R0这么悬的之下伊拖遮紧即摆上惊应该是讲咱这礼拜这7天内底是一个关键期啦。是。那这个期间，咱即摆咧做疫调时阵无过另外群聚感染的发现，应该会使控制落来。OK。但是呢，因为即摆足紧张的就是讲，因为这个1203这特殊案例，一个拖10个，是。伊这案例甲进前甲日本的大阪的情形要讲好，日本大阪之前嘛一个养老院，一个较老的老大人，伊就是安尼拖出去的。是。伊的R0值是一个对20几个。哇。迄是一个特殊案例，但是咱即摆咧惊就是惊讲，伊的R0值遮悬吼，那疫调内底有一寡4甲7，咱无找到时阵会搁传出去。OK， 所以我即摆在咧讲是讲，这礼拜从即摆开始第7天内底
爱特别爱注意啦。是。啊，若无法度，佫发现到吼，即马都代志就大条啊。是。咱即阵讲吼，即个部分是6月初8啦吼，就是讲是上严重的即个时期。若是纬度好势，咱可能袂像即个李炳医师安尼吼，讲一个月1000人确诊。但是若是无好好做 R0值，那亲像即个日本的这案例，有到20个月，可能吼，即个毋那是敢若1000个人确诊了。继续，佮请教即个洪医师。是。其实年初的时阵，阮吼伫节目就甲大家讲，即届变种病毒吼，伊的R0值较悬，传播力较强。吼，迄阵我就用即个图表吼，甲大家讲吼，你莫就是讲以前迄个5、6天一波，5、6天一波，慢慢传哦。即马是2、3天就可以一波，2、3天就一波，因为伊R0值无共，传染力无共。吼，过来要讲的就是讲，因为其实R0值甲你的人民的作为有关系啦。就你若是戴口罩、勤洗手。R0值就降低，吼，迄是为反推等来，所以即马其实大家是为迄亚妈祖开始吼，旅游啦、进香团啦，其实阮迄种进香团拢有参加过嘛，挂车安尼佫2顿，佫去佫转来，人客人，有诶佫困做伙吼，食迄个拢是迄板凳迄圆桌嘛，迄猪啊，迄公筷母子嘛，无讲就迄个，是，所以其实吼，我要互大家一个提醒就是讲吼。澳洲伊嘛是安尼，为一个人安尼拖出来10几个吼，防疫旅馆拖出来了，伊是了安一天100外个几百人安尼哦，拖2个月才结束。OK， 所以其实他老师讲了就好，就是讲这两个礼拜，这2个礼拜就是大概我是感觉今仔日迄没有升3级，安尼是唔对啦吼，唔对啦，安尼讲是唔对啦吼，我认为唔对。是啊，台北市长也是讲新北市长讲迄准3级，我感觉这个讲法嘛袂歹。是，吼，其实。阮即摆迄就是已经多个不明的原因的群聚，但是即摆就是掠一个语病嘛。啥物叫群聚？群聚的定义就是讲，你爱流行病学讲有关系，过来2人以上。即摆就是知道这个个案，但是伊的接触者，阮即摆各用旧的，各用先甲隔离起来，居家隔离，等伊有症状才来通报裁剪。上班啦，应该是所有的接触者，因为阮进检是讲境外一路接触很明确嘛，即摆是未知感染源，你各用进检hit。按上班啦，你即马就是确定个案边啊，就是立刻筛嘛。PCR 6点钟就出来啊，为什么今仔日知影讲这个案伊边啊朋友无法度今仔日出来？其实只要1个变2个，拍摄马上就符合3级，甚至我们离4级也不远。所以其实这其实是甲大家一个提醒啦，就是讲阮制度为什么要建议这1级、2级、3级、4级？因为这个制度会帮助我们防疫啊。你若是用迄苟且心态就我们不是3级啦，好，我们还可以这样过生活，安尼后面就会出大事，安尼就直接跳4级啦，会出大事，是啦吼。所以咱讲到吼，这个防疫是不是升级？咱看到讲中央遮目前也维持2级，但是湘北市吼只有较警觉性吼提悬，因讲是这个准吼第3级的这个部分，咱等下才好好看到底第2级甲第3级差别是啥物啦吼。那么讲到吼，所有活动该禁都爱禁吼，唔通阁继续落去啊啦吼。咱讲到真济这个吼湘北市的部分，也是讲吼家人宜兰遮吼，拢有一寡少年线吼，针对着因的公共场所也好，也是讲吼因的这个吼演唱会也好啦，也是讲等等的大型活动，拢要来禁止吼，唔通等咱讲这个中央升级，你才要吼对伫后壁安尼做啦吼，真正若是咱变做是防疫大破口吼，真正嘛是吼讲袂过去吼。所以咱要来关心着吼，这个蔡英文总统讲，即阵防疫的能量要够，但是有人讲这个 PCR 的这个检验吼，有当时啊真正担袂住吼，若是大型的爆发了后，咱真正敢挡会掉？先做来听。目前呢，防疫物资跟医疗的系统都是充足的，请大家放心。疫苗也会陆续到位，我们也会协调相关的部会和地方政府，共同强化防疫的措施。我也要特别提醒大家，这段期间会有一些来路不明的讯息、假讯息，请大家收到有疑虑的讯息的时候，请快查证。不要轻易的转发，我也会请指挥中心加强正确信息的宣导，请大家务必提高警觉。过去1年，我们全民同心守住疫情，未来1年，我们更要守住台湾，团结防疫守台湾。相信在大家通力合作之下，我们能再次度过这一波疫情的挑战。
是啦，那是咱讲啊吼，这个采检这个能量，还是讲疫苗到底有够无够？咱讲31万剂吼，真正可能伫5月到7月才有一个浪胖啦吼。尤其咱看到讲吼，咱头段嘛讲到 ，Bloomberg 甲咱讲，咱的这个注射，这个咱讲的比例敢若1%尔啦吼。咱看到讲新加坡虽然这个疫情嘛拖起来，但是因注预防针有19%。啊，其实吼，伫咧第一波的时阵，咱看到讲，哇，真侪这个医护人员可能唔敢做，无愿意做。啊，即阵咱看到讲已经开放到第8类啊啦吼。啊，即阵咱看做的人有提悬，但是医护人员过去唔敢做的原因是啥？咱搁继续请教这个洪医师。是，到昨日的迄个数字吼，就是讲医护人员有33万人啦，是，吼，医师人员33万人，即马才做5万人尔。OK， 为什么遮侪医护人员嘛是无爱做？因为大敌当前呐，其实就是进前迄个 AZ 疫苗的罕见血栓，即马数据就是10万人的有一个，是，啊，过来就是拢较少年的，啊，有一个讲法是查某较侪，啊，所以阮医护人员做侪拢是年轻女性，哦，啊，所以对因来讲，啊，有诶，有服用避孕药，对因来讲，因就是有使用这疫苗的困难嘛，吼，啊，过来就是我其实足久之前我就一直呼吁讲，我们要开放都混打疫苗，就是虽然讲即马刚有 AZ， 啊，我拜托医护人员拢先做，吼，因为阮本来即马38万剂啦，其实要互全第一线人员全部打，够，绝对够，吼，可以第一线保护。但是就是唔敢做安尼，唔敢做，啊，所以为什么？因为要混打，你要同意混打。英国现在一进展第一剂来做 AZ 疫苗，起码40岁以下不可以打 AZ 疫苗呢。40岁因为规定呢，英国是最挺 AZ 疫苗，因牛津宁大的研发出来最挺 AZ 疫苗，因40岁以下不可以打。卫福部起码我都搞安全的说，40岁你到底要不要打？40岁以下，好啊，所以。如果为了国家，为了防疫，阮即马先来做40岁以下来做吼啊，当然迄罕见血栓是足少的，足少的，但是伊死亡率嘛是2-3成呢。吼，那是阵亡要安怎？哦，1500万剂的 AZ 疫苗，你敢有法度接受讲有150个人吼有迄个感染，不是感染，有这罕见血栓，吼啊，几寡伤亡安尼，吼啊，所以因国外就德国嘛是安尼，伊头一阵是拍 AZ 的，后壁就会当拍辉瑞甲莫德纳。啊，即马牛津嘛伫做迄个因个抗 COVID 的实验，因6月出来数据，因头前用小老鼠来做，其实已经变倒是有诶混打，也好个愈好。OK， 好其实为阮来传统的迄个基础医学、生理学来讲，其实阮来混打就是可以接受。OK， 过来要讲一个例子，俄国的卫星 V 疫苗，是，吼，大家拢咧就反对中国啦、中国啦、俄罗斯啊，伊拢就烂共产国家什么安尼吼。俄国疫苗即马数据出来啊，91.4，好，应该辉瑞跟莫德纳差不多拢94、91安尼，差不多有效保护率较高了。因本身就是混打呢，以第一剂跟第二剂就是用不同的载体送进去的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混打疫苗。所以咱咧拍嘛是一个方向的这个思考。过去有咧讨论讲吼，是毋是第一剂、第二剂啊、第三剂吼做伙拍，但是咱这阵上欠就是无疫苗来。歹势，我甲你讲较详细，就是讲，因为足侪医护人员进前听到阮的陈时中部长讲，5月的时阵莫德纳要来啊，啊，大家顺顺的讲，啊，我4月注 AZ，啊，我后一剂我还到7、8月去啊，啊，还有保护力7、8月，啊，我等到注莫德纳5月较紧。好啊，迄嘛是，迄嘛是为着迄个民众着想呢，因为我5月随做莫德纳做了了2礼拜，效果就好出来，我等到较紧有一个保护力来保护民众。好啊，所以这个起码不可以混打了，落去了就是医护人员起码只好不打。好啊，过来我38万剂起码那是。因为阮即马进入社区疫苗，阮爱减灾，减灾其实是爱为老人先做。阮老人65岁以上的有348万，348万人。啊，即马疫苗才38剂，38万剂，其实完全无够。好，所以阮绝对袂使进入减灾这个部分。好啊，所以会当一寡规定放松，啊，互医护人员赶快能够有装备进来作战，安尼才好。有影啦吼，咱讲到这个预防针这个部分吼，即阵嘛30几万剂尔，咱台湾2000多万的这个人口啦吼，咱嘛讲到吼，这个第8波已经开放啊吼，第8波干那第8波就300多万人啦吼，所以真正无够。尤其吼，这个烦恼是5月至7月才可能是一个大浪胖，尤其咱搁碰到疫情上严重的这个时期，就是就请教这个研究员吼，这个部分。咱讲莫德纳嘛无要来，咱即阵讲本地啦吼，7月底的时阵望的是这个国产这个预防针，但是要等到7月底可能袂赴安尼。哦，即摆因为咱都2个月浪芳吼，即摆会使做的就是讲，当然即摆咱现有的
疫苗是 AZ 疫苗，所以基本上会在做是甲鼓励民众吼，也资格搞时阵就紧去拍，这是头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讲，之前咱冇咧讲过，虽然咱即摆疫苗无够，咱的防疫措施近一年来就做得袂歹，是表示讲咱其实咱戴口罩、勤洗手这观念好还是蛮正确。虽然即摆遇到英国变种病毒了吼，伊即摆传播力无较强，是，但是咱即摆应该还是爱呼吁，就是遵照即摆卫福部那个指挥中心做法吼，会使人济人莫去啦。咱就甲忍耐这2个月。是。啊，会使上好的办法就是，你除了戴口罩了，眼、口、鼻这3位吼。你若万不离你爱去这所在，眼、口、鼻，你手唔通摸，像我家己就唔敢摸。吼，唔通去摸，转来时赶快消毒洗手。是。安尼会使避免咱即摆可能被感染的风险。所以我即摆诚挚希望就是讲，这2个月大家紧的。小忍耐一下，是啊，吼，一定有机会。有啊。啊，至于讲即马莫德纳吼，因为即马当然全球疫情佮传开嘛，所以即马资源无够，是，因为生产的速度都无够用啦，所以大家拢会抢嘛，抢这疫苗的物资嘛，所以即马甲知影是讲7月是有机会啦，所以这2个月浪芳时阵吼，就是会使做一种家己。从本身在做起啦，这是我的呼吁。是啦，咱过去一直讲公共卫生吼，真正这个真冬半来，大家真正放松真济。但是最近吼，嘛是因为吼这2天这个疫情搁较传开啦吼，咱们看到讲去买喙炎人、买酒精的人吼，真正嘛有变济啊。咱讲吼这个卫生的这个习惯吼，唔通甲放松落去啦吼，这是咱上好的做法吼。伫咧疫苗还未完全来进前，拢是安尼做。疫苗来了后，嘛是共款安尼做啦吼。但是咱要搁继续来看讲吼，这回安尼多点来去弹开啦吼，什么时阵会来到3级警戒，可能是随时拢会啦吼。咱们看到讲吼，伫咧基隆市吼，今日早时的时阵，咱就一直听到讲吼，基隆市才有感染源这部分。另外，咱头拄嘛讲到吼，1220甲1221吼，会伫中和会伫咧网架遮吼，社区的不明传播链嘛伫遮来弹开啦吼。另外，讲到吼，这个多点的这个部分，咱什么时阵会当甲吼这个部分控制的好势吼，咱嘛真正望，但是千万唔通就是讲吼，这个一个搁摊2个，一个也是讲2个搁摊4个等等这个部分吼，所以社区安怎防，咱继续搁一个新闻报道先带大家做来看。影响基隆也传出疑似有确诊个案，市府派员到基隆火车站进行预防性消毒。台湾进入社区感染防疫阶段，不明感染源，互民众烦恼。感染科专家分析，由时间点来研判，新北甲宜兰的个案无定着甲华航机师参诺富特军事事件有所关联。华航的清零专案也是爱确实进行，阻断可能借由航空业为国外炸转来的病毒。时序跟逻辑上来讲的话，从机场进来的机会会比较稍微高一点。那最后我们还是要去看病毒基因序列的分析。如果2个事件它的病毒基因序列是一样或类似的话，就可以讲说它可能是同一个来源。否则的话，我们要去继续追查到底其他地方是不是还有漏口。另外，有感染科专家分析，台湾目前正伫多点爆发，疫情一旦扩散开来，就真歹预防。民众爱确实落实个人卫生，并洗手消毒、挂喙罨，避免密闭空间群聚。另外，建议政府爱扩大体检，互有疑似症状的民众拢会当方便采检，才会当阻断病毒一直扩散。我们要有一些检验的筛检站哈，让民众自己觉得怪怪的，想要验都可以了。哦，就像仿照当年韩国一样，它就有点像麦当劳或什么，就开车来，我就帮你验半个小时，告诉你结果。医师也建议政府疫情当咧扩散，应该爱开放民间厂商，也会当进口疫苗。安尼将互民众有更加侪厂牌疫苗会当选择，一定会当提悬注疫苗意愿，提早达到集体免疫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是咱头拄讲到这个疫苗这个部分吼，有人讲吼，是毋是会当开放吼，这个民间来去进口吼，这是一个方向啦吼。咱佫先请教梁定这个副署长啦吼，这个疫苗这部分，咱即阵敢若一支吼 AZ 尔，啊要等国赛嘛要等到7月底，互民间来去进，有啥物款的这个风险无？这当然爱尊重咱的指挥中心的做法啦吼，由国家来统一
来做这个决定比较较好。OK， 因为是我政策如果你来讲是有迄个多头马车的做法，伊当然会去受到迄个副作用的，所以有人讲啊，是安尼回伊无互我，你就吞袂了啊。是啊，所以伫这个危险的动态之下，我感觉讲还是听指挥中心较好啦。但是指挥中心讲吼，即阵大家是防疫啦、做伙啦吼，即个喙烂就莫安尼个呼喷啦吼，有影啦吼。真正咱继续搁请教即个副议长啦吼，疫苗即个部分，咱嘛看到讲过去即个 AZ 的即个部分吼，伫咱成功病院遮资料算袂歹吼，过去吼疫情也无遐拖时阵2罐，但是伫华航遮吼开始注6罐啦吼，即阵可能即个要注预防针的人是毋是搁提升咯？即马伫成功病院吼，预约的人啊是拢满啦，所以讲呢，早起阮的院长呢特别指示我，所有的这个可以看诊的这个家医科啊，每一个呢都可以被来登记预约 ，OK， 来打这个疫苗。所以说，为了要把这个可以打疫苗、需要打疫苗的这个医护的人员，第一线的人，包括柜台的人啦，哈。急诊室的这个医疗工作人员，像这些呢，都是列入我们希望他们在这段时间啊，尽量爱较紧来注这个预防下的 AZ 的疫苗。是所以讲，阮所有拜一甲拜五每天的早起甲下晡拢有这个开放，互人来预约。虽然讲已经预约满了，但是阮即马佫开放，所以希望阮所有的这个医护人员，甲第一线的这个工作人员。拢一定呢爱来注这个 AZ 的疫苗，这是阮早起呢，马上呢就把这个预约已经满了，但是阮都增加，互人方便会当较紧来注这个疫苗，因为在这个时间呢，较紧注疫苗，才会使做一个很好的一个防护。有影啦吼，咱看到这个预防针这个部分啦吼，咱讲这个比例有豆豆来提悬，但是咱讲真正疫苗欠缺这问题嘛是爱等待改善吼。咱嘛毋茫讲吼，这个世界亲像讲咱过去有讨论过，这个 COVAX 也好啦，还是讲咱吼有讲过这个 Moderna 吼。看因赶紧是毋是当入来吼？咱过去咧讲5月中还是5月底吼，可能当入来，但是即阵市场上可能也有一寡这困难啦吼。咱嘛讲吼，即过去咱咧讨论的国产疫苗这个部分，本地讲是这个高端会生产出来，但是高端可能生产线嘛有一寡这个问题伫咧，所以即阵联雅可能对担起这个责任心。是，即马吼，咱的国产疫苗吼，因为即马生产的速度的问题啦。所以即马先200万剂连夜先出来，可能是无问题啦。OK。即马知影的时间是7月底，应该是无问题，会使。伊即马因为即马6月的时阵吼，卫福部咱的药品查验中心吼，就开始会针对咱即马国产的这2间的疫苗吼，伊申请就是要紧急使用的这个核准的权利吼，应该就要开会啊啦。是。即马目前应该是无啥问题，应该是会开。所以咱就开了，因为即摆已经开始咧准备，就是讲，500万这这2间吼，咱的国产的疫苗公司会大力的生产嘛。即摆因为即摆技术的问题，因为你生产一寡材料啦，啥问题，所以200万这应该是无问题啦。OK。但是这嘛是对咱来讲一个好代志，200万这若会使投入咱即摆医疗防护时阵吼，嘛是感觉呼吁民众会使拍落紧去拍。OK， 有影啦吼，这个注预防针真正重要。咱过去来讲吼。加注预防针的时阵，有去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吼，咱讲迄这个受试者啦吼，因可能即阵嘛有保护力吼，若是安尼讲起来的话啦，应该是有啦吼。保护力这部分，咱嘛毋茫讲真正等待这个7月中还是7月底的时阵紧出来啊。讲到保护力，就即马知影是 AZ 疫苗，因为咱可能之前就讨论过。是。因若 AZ 疫苗即马拍入去了，因即马看第28天的，甲32天的，甲35天的这2个。目前即马吼，65岁以上的拢上少80%的保护力啦。你讲过去要讲8礼拜，即阵甲4礼拜、5礼拜安尼啦。对，一定有达到80% 的那种保护力。OK， 这即马是研究出来，因为根据即马在英国即马大推广即马咧拍的时阵会做个情形啦吼。另外，伊即马发现讲，伊即马抗体吼，拍入去了吼，抗体例假吼，就是即使甲3个月了，伊的抗体例假几乎无共哦，就是即马抗体例假甲3个月就90天嘛，因即马看起来顶多甲降1成尔，就是10% 尔啦，
就代表讲你的保护力即摆搁低个。OK。所以即摆若是讲，因为咱即摆疫苗无够只，有的人因拍第一剂的人，可能到第二个月时阵，无是搁无通拍时阵，因为咱无啊嘛，疫苗无啊，会使搁等，这是无问题。会使搁等啊，会使搁等，会使搁等。伊即摆伊保护力够低，搁体内够高，够够啦吼。但是咱嘛，望这个疫防是紧来啦吼。有影这当解决咱讲30几万这个状况的啦吼，因为咱台湾遮尔侪人，尤其吼关键这个时期啦吼，所以咱看到讲指挥中心即阵讲6大措施吼，倒6大措施咧吼，尤其是落实着全国营业场所这个防疫管理啦吼。营业场所咱等下嘛讲着吼，湘北市甲新北市的这个部分吼，会当来去加强，都爱来去加强吼，通报嘛非常重要，亲像新冠病院即回甲咱做甲。发现吼可能的这个个案吼，嘛发现到这个确诊的部分，会当主动伊的这个传播链哪早哪好啦吼。另外增加防疫旅馆吼，要落实到隔离和检疫的措施啦吼。尤其咱们看到讲吼，这个防疫旅馆，这个台北市的这个部分，讲要吼新增加200床的这个部分，买手会当用到集中检疫吼，真正咱防疫真正的提升啦吼。另外扩大抗疫甲接触者吼，这个进行隔离甲吼积极来去采检吼。所以咱加强这个通报吼，甲扩大抗疫这个部分，咱继续搁请教梁定副署长啦吼，你嘛是这个任正院的这个总院长啦吼，咱任正院嘛有看到讲，若是讲真正有谣疑的时阵，咱都爱随来通报啊吼。有，这阮拢早就已经通知咱所有的迄个员工，包括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是尤其是遮医生甲护理师，如果有第一线入来门口有发烧的人，就第一线要哪去挡掉咧。是，甲第二线到门诊，若是讲迄个病房内底看到，若是有人有镜头，还是有迄个怀疑的，你也马上提个警觉，马上来通知咱的健康中心，健康中心马上去通知，卫生局要来处理。是，有影吼，咱嘛讲着吼，专职病院爱全面来启动啦吼。咱看到讲一礼拜内吼，当恢复到这专职，还是讲隔离病房的这个区域啦吼。继续搁请教这个副院长啦吼，咱看到讲新光病院这回做专职的这个病院啦吼，咱讲过去的这个病床啦吼是空伫咧遐，但是这回因应着确诊的这部分，你有啥物应用？因为这摆的这个疫情啊较严峻，所以讲呢，阮这段时间呢，马上呢把这个简易的病房把它清空，就是把这个尽量空出来，因为预测这过来这1礼拜中间可能有真侪这个确诊的，有这个确诊的会当大入来，所以讲阮即摆一个病房已经把它清空出来。那另外呢，另外一站楼层，嘛准备要来个预备说，如果有的话，那就马上再清空。这个都是病院呢随时就做这个预备的调动。过来呢，阮这个加护病房，阮即摆嘛是清出来5张的这个空床。OK， 有5张这个加护病房的床，那较严重的爱插管的，呼吸衰竭呢，这嘛会当马上就大起来。所以讲，对新光病院来讲呢，阮已经呢做最后的准备，把所有可以有的这个简易的病房，我们一个病房空出来，那种无够的时阵，另外一站嘛个也预备，把它用出来。加护病房，那么该空出5张的这个加护病房，所以讲对医疗的这个能力来说呢，我们星光医院呢是准备好了。但我也相信别的病院嘛是赶快有这种的这个准备的这个措施，来应付该可能会来的一个挑战。OK， 副院长讲吼，这个咱讲病院已经做好全力的这个配合啦吼，该清这个病床吼，检疫这阵可能该做吼，未来可能确诊的这个部分来做一寡这个因应的。尤其咱看来讲吼，这回咱发现这个确诊者 CT 的数值有够低吼，可能咱讲吼10啊、12啊吼，这代表伊的传播能力也是拄感染尔。咱头拄嘛讲到，过去可能是5天至7天，这阵剩2天至3天，这个部分会代表是未来吼，咱爱搁较安怎去应用，过来请教研究员吼，5天到7天的这个防疫吼，甲这个咱讲2天到3日，这波的这个威力真正唔是咧跟生笑的。是，因为即马吼，看你即马看咱即马指挥中心发布的 CT 值吼，拢介低呢。是啊，拢10几到20万的左右吼，表示讲这病毒的传播力真正有足强的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讲。即马2天3天，啊，佫虽然病毒的量有增加，但是呢，目前呢，所谓的没有症状的确诊的，人佫变多哦。OK， 表示讲你即马吼2天3天来应付讲，我2天3天自主管理，比如说技师进行的2天3天的管理，
家己自主管理，家己拢唔知无确诊，家己嘛唔知有检验着。但是咱即摆会使放伊出去自主管理啊，会使拍拍照安尼都唔对。所以即摆时间即摆吼，目前即摆上变到5天甲11天了。其实我即摆家己来看，因为即摆英国变种病毒因为传播力较强的情形下吼，其实这5天来讲，对我来讲，以阮科学家的角度来讲，其实无够呢。无够哦。照理讲，伊嘛是爱恢复甲咱正常的人共款14天，所谓的隔离检疫的方式啦。为什么来讲呢？因为你的病毒量减少的状况之下，即使你的 CT 值开始因为时间慢慢过来，你 CT 值开始虽然变悬啦，但是不代表你无传播力呢。有影。另外，嗰是无症状的时阵，你也赶快代表无症状的，表示讲你的免疫反应还不错嘛。是。但是病毒继续传。对，病毒继续传。有影。而且时间性，你若只局限到3天5天的，实在是无够了。所以我来讲，指挥中心真的要爱慎重考虑了，爱个时间啦。虽然这当然影响咱的经济活动啦，好，那这个运量啊问题，但是就得所谓人命关天，跟所谓的经济活动，就要取得一个平衡嘛。是，这是我今麦想法。OK， 咱那么一直咧讲到吼，这个防疫的这个部分是不是自这个第2级甲第3级来去做一寡这个变化吼？咱嘛先做一个报道，先做来看。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出现警讯，礼拜21雄雄新增加7个本土病例，其中包括2件感染源不明的社区感染事件。有立委是烦恼社区恐惊还有其他隐形传播链。对这代志，卫福部长陈时中面色沉重表示，目前疫情相当的严重，若做防治失败，真有可能伫最近升级为第3级，也就是一礼拜出现3件社区规定感染的事件。停止室内5人以上、室外10个人以上的聚会。那你下一个阶段的防疫的措施，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国人呢？我们大概很有可能会进到第3级，所以疫情是非常的严峻啊，疫情是非常的严峻。这个时间里面真的是要让我们有充分的时间跟地方一起合作，能够把围堵的事情把它做好来。因为国内已经进入社区感染的阶段，有专家建议应该全面普筛，才会当揪出社区微爆弹，也甲无症头的感染者。不过，陈时中认为，扩大采检加扩大居家隔离，比普筛更会当防止病毒的传播。侯友宜市长也现在提出了高危险区进行普筛，您自己的看法呢？好，不要说这主要的确诊者的接触者的隔离，然后跟筛检做得慢。然后花时间去做其他想象中的风险区域，那让主要的业务没有办法达成目标，那这是我们不乐意见到的。陈时中强调，目前国内医疗量能是有够的，已经要求隔离也甲应变病院，这礼拜爱清空相关的病房，提高戒备。记者综合报道。现在看到指挥中心已经启动这个防疫6大方向，头拄咱们讲扩大体检、扩大抗疫，也是讲专职病院拢爱来去随来启动然后，但是咱看到讲到底是不是这个亲像湘北市所讲的因已经把这个升级做这个准第3阶段这个部分，但是中央目前也是维持第2阶段。咱过来看讲第2阶段、第3阶段有啥物无共款第2阶段咱即阵看到咱即阵已经进入第2阶段，感染源无明啊，头拄迄张图内底台湾北台湾的地图都差不多有4站这个部分咱看到这个群聚感染是有的。若是讲停办到室外500人的这个以上，室内100人的以上，若是甲第3级会变做啥？室内5人的这个以上，可能像咱安尼都有一寡这个风险伫的室外10个人以上这是第3级的这个部分。你出外你就是爱专程挂这个喙安另外爱进行实验剂，什么等等另外咱过来看因这个第3级的这个定义。过一礼拜出现3件以上社区群聚，也是讲一天确诊10名以上，这是感染源无明确的本土案例。今日咱讲16+1，然后迄个+1就是无明确这个部分。另外16个是经记着，咱看到讲宜兰这个群聚感染也好，那另外是这个新北市西回这个泸州的群聚感染也好所以因安尼看起来还未算到第3级，但是湘北市因即阵嘛讲着亲像讲侯友宜宣布着讲，因嘛是准第3阶段台北市嘛是同款因这个部分，因为台北市真正若是。拢沦陷，啊，新北市若是拢沦陷，甚至新北市的这市长侯友宜讲，可能会封城，这可能已经来到第4阶段去了但是有提早做的必要无？咱阁先请教这个副议长有提早做的必要性无？
目前呢，已经还是看咱这个感染者的来源，那就真清楚，真好的这个防护，那可能呢，我们就可以不需要再往上升级。但是你若准讲进前，这也爆出来，原因嘛不明，这也爆出来，这也爆出来，那迄就需要爱个升级啊。OK， 但是讲一直逼出来哈，对，一直个逼出来，这个来源不明，唔知影到底是安怎才有的，这社区内底根本都无 TOCC 也无技术也无啥，伊都有啊。但是这表示讲这就是危险嘛。但是亲像这个宜兰这个案例啊，好啦，我若是一天出现一例，我若是无随家扩大，还是讲吼无去家主动的这 R0值去扩大的话，真正有可能第二个直接跳第三个，尤其咱讲将要进入第二阶段的时阵，这个专家会议拢还未讲，因为看到这个宜兰这个案例已经摊开了，随进入第二阶段，啊有可能跳过第三阶段，直接来去第四阶段嘛，嘛是有安尼可能无？有可能。所以这个部分，咱讲真正爱提早来去运用无？所以讲一定爱提早有这个心内的准备。因为呢，全民抵抗这个武汉肺炎，这个是真要紧的一个代志。所以讲，我们每一个人拢爱有这个想法，每一个人家己要做好家己的防护，这个是最重要的。一切拢爱听这个 CDC 中央指挥。就是咱看，嘛是讲维持这个中央这个部分但是上北市有应该的做法这咱嘛是爱尊重啦敢是会使来讲，尤其尤其新北市还是台北市的首长呢，他们提前的部署，这个是它有必要的。是，但是这阵嘛看到讲中央为着要维持可能因可能惊这民众的惊吓是啥物啦，所以维持第2级。但是新北市、台北市遮已经提升因的这个做法啦。咱么看到讲，由于讲这个八大场所好啊，电子娱乐这个场所，还是讲公共场所，全面拢来关掉啦所以这个部分嘛是爱提早来去运用。另外，咱过来看讲针对这回扩大这个部分，咱头都嘛讲到，可能亲像讲社区已经有病毒这是事实啦，嘛免搁去争啦无镜头的带源者，头拄仔咱嘛有讲到无镜头者，你就是安尼规章好好啦出去的感觉拢无安怎无安怎，但是你已经有传播能力啊这嘛是真重要。所以咱头拄仔这个讲的，喙炎一定要顾好势啦挂好势啦第一线医师做体检莫敢若限制伫咧高风险族群透过广大这个体检范围，避免讲带慢性病这患者引发到另一波的这个感染咱嘛有讲到中间这个病毒感染研究中心的这主任伊是安怎讲？伊讲应该学这日本、美国、韩国这做法要求基层诊所只要病患敢若是感冒的人一路爱来做体检疫苗嘛是终结疫情的这个解放继续搁请教。咱的副署长啦，咱看到讲又讲到基层诊所只要病患敢若是这个感冒的甚至是这个流感等等，拢来去做体检唔通讲有人讲白贼，也是无讲事实。亲像咱头拄也讲到新北市三重埔这个 Novotel 迄个案件，去到三重埔3届基层诊所伫遮嘛是扮演着一个真重要这个咱讲功能伫啦。继续请教副署长。这两个专家的讲法，我是无赞同。纯保留的迄个态度啦第一个讲爱做普检，我是感觉讲旧年中华迄个普检就互大家真大的伊是讲公胎啦扩大来去体检，扩大去迄个筛检，我是感觉即种的，你若无目标无目的你安尼去做实在是，互民众更加惊吓安尼。第二个你想讲，所有有可能感冒的镜头，特别全部来做体检。你敢知一天内底咱全台湾偌济人是报这个感冒的迄个健保？300几万人。300几万人。对。你安意思是300几万人拢要做体检就对啊。我安尼看迄能力，咱政府迄能力做这，做这出来有啥物目的 ？OK。系啊，我是感觉这两项的代志一定要考虑较慎重咧，唔好随便来做。甲过去咱咧讨论普体共款这个普遍来去做体检有迄个必要性啊无啦也是讲认为伊感冒，但是咱讲若是有这个镜头的扩大体检，这是有必要若是真正看伊有啥物款的镜头，依照医师的这个判断过去咱咧讲的这个部分咱嘛看到讲将这个
疾病管制局长啦吼，这个苏玉仁伊讲，台湾已经失去掉黄金的这个时机啦吼，因为咱欠啥？咱欠预防射是上大的这个问题。吼，真侪国家预防射吼注射的这个吼比例吼已经来到3成至4成吼。另外看到成功病院感染科的这个主任吼。张医师，伊是讲啥？大部分的感染者伫3天至6天内底吼是发病啦吼，未来1礼拜是关键吼。甲咱头拄咧讲的是差不多的意思啦吼。另外，咱讲吼目前吼这个叶署长吼嘛是前署长来讲，台湾基本的这个传染数也是比吼1搁较细啦吼，就是咱头拄讲的 R0 数值吼维持伫咧这个1以下是咱即阵上界大的这个功课，因为这个病毒的这个变异株传播力咧比过去大真济吼，所以指挥中心应该甲确诊者吼，甲这个控制这个部分范围爱咧吼，甲伊扩大一下吼，所以这个基本传染数维持伫咧1以下，但是即阵挑战也阁真济，研究员你安怎看讲这个挑战伫倒位？哦，我即摆就来讲吼，之前咱头有讨论过这 R0值，是，但是即摆其实。我即摆是建议讲吼，因为咱要考虑到R0值，但是因为一寡是无症状的患者较多嘛。OK。所以即摆应该是安怎讲吼？会使根据咱即摆所有即摆发布的所有案例吼，做扩大解释讲，即个人伊的一寡范围咧行的时阵，吼伊可能接触的范围，所有的这个地方吼，政府可能有必要去做所谓的疫调 ，OK。那这个疫调的部分呢，不敢仅限于但可能接触或者是员工而已。有没有可能？当然这个部分的话，要民众要主动能够提供了，自己来家啦。但是呢，目前的所谓的扩大的是讲，咱即嘛感觉你自己有感觉你是感染，感觉不舒服的状况时阵吼。基层医师就爱就机灵的方式做法，就是讲，咱紧急通报，有可能咱通报是错误的，是阴性的，但目前安尼做法就刚才两位前辈咧讲吼，要精准的扩大这筛检的范围了。麦加提供确诊啊，觉得是他一定是应该是肺部的发炎的时候，我们再来做往上呈报，好，所以用这种所谓的精准扩大的筛检方式安尼来做吼，会使把咱的 R0值降到上低啦。有影啦吼，所以咱基本传染数吼，这个 R0数值真正会当降低，会当透过团转这个研究员的这个讲法啦吼，会当吼，互咱维持较重要的这个部分啦吼。另外咱讲吼，这个5月12开始啦吼，全台湾防疫升级，咱过去吼张茂咧讲吼，全国病院还是讲吼，这个长期照护机构啦吼，这个6月初8进前禁止吼探视吼，6月初8咱也是咧讲吼，这个关键的这个咱讲日子啦吼，但是真正你这2礼拜无守好好势，可能这个数字会都延伸落去，尤其咱讲吼，这个。Novotel 这个事件开始，咱迄人讲5月中，即阵嘛差不多5月中，即阵搁要讲到6月初8吼，所以观众朋友大家吼陪病较暗一丝啦吼。尤其咱看到讲吼，若要坐上天有交通运输的这个需求的人吼，伫遮咱就禁止食食啦吼。另外吼，车票嘛禁止，另外因嘛这个高铁则暂停这个自由座的这个部分吼啊，这个礼拜。就是各中的这个会考照常举行，但是专程爱挂喙炎，嘛禁止家长来去备考。另外，这个一寡语文场所吼，嘛要有做一寡这个实名制啦吼，啊座位嘛爱坐好势。另外吼，这个退换票毋免这个手续费啦吼。但是咱嘛讲到这个军人教育调级。这个训练嘛是暂时哈停到6月30啦吼。咱头来讲到台北市也好，新北市也好，因即阵拢是准第3阶段这个防疫提升啦吼。所以因吼伫咧各个这个8大场所也好，还是讲公共场所，拢来禁止的吼。咱嘛看到讲这通知吼，有一寡吼毕业典礼已经该线上啊吼。宜兰县这块嘛是真严重的这个所在吼，嘛是办一寡吼这个部分咱爱。做一寡实验制这部分，另外家人嘛是共款吼，所以咱即阵搁来观察，就是这个家人也好，还是讲咱上重啊，这个宜兰这个游乐场所也好啦吼。啊，另外就是咱讲的这个西雅会，这个泸州遮一个探10个这个部分，是毋是会当伫未来可能3天，还是讲吼至这个14天这个日子2礼拜这个时间吼，会当看讲是毋是 R0数值无过安尼吼探开，还是讲吼 R0数值继续称悬这个部分吼，所以大家伫遮吼经过这个所在的时阵。都是爱特别来去注意啦吼，啊，尤其毋是干那经过遮啦吼，即阵全面的这个防疫工作，都是爱做甲真透漏啊。尤其咱过去讲1冬半以来吼，1冬半会让守好遮尔好的这个成绩，过去
咱真正是迄个真顶真的做咱的这个挂喙炎也好，迄当阵无喙炎的时阵，咱搁去排队，会记得无？但是这个2礼拜吼，讲挂10片尔啦吼，买10片是上济，但是咱看一段时间以来，喙炎毋若无挂吼，连这个咱讲去买，还是讲这个价销，搁拍99块50片，但是即阵可能因为疫情的这个关系，咱讲这个价销搁抢悬啊，但是这个所有的这个部分，拢是爱维持着一寡这个公共场所还是公共卫生的这个措施啦吼，这一当半来真正真无简单，修复甲遮尔好，袂当伫即个时间就来帮盘。尤其咱讲吼，过去咱咧讲这个经济成长率，台湾会当伫吼这个前3个月8%外啦吼，这是无简单。但是咱今仔看到讲吼，这个股市是大帮盘，嘛是代表一个吼，咱讲真要义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指标，是毋是会当继续来维持吼？咱讲6月初8是大关键，但是伫咧这进前的2礼拜是上重要这个时刻。今仔感谢所有来宾，甲咱做伙讨论嘛，共同来守护台湾吼。感谢乡亲好朋友，咱马仔再会，感谢，多谢。